人妻都嘟，人妻都嘟，我可以再同你講多啲人妻嘅嘢。日本人妻根本就係 another level of shit。What the fuck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私家 TV，我係史提芬。喺日本有單關於日本人妻嘅超誇張嘅真人真事，說明咗女人真係好蠱惑㗎。喺北關東某個地方，佢冇講明係梨木啊、群馬定係茨城縣啦，只係強調係一個真實存在嘅地方。最初只係幾個有婚外情嘅媽媽朋友互相幫手掩護出軌，之後再靠口耳相傳，慢慢變成一個互助會。全盛時期咧有成30人左右㗎，大約都係啲20至40歲中間嘅家庭主婦。後來呢個組織變成咗人妻不倫互助會，30個主婦互相掩護，務求做到安心、安全出軌嘅目標。呢件事反映出婚姻其實充滿暗湧，主婦嘅壓力實情係大到爆。但係用出軌嚟解壓，究竟係悲劇啊，定係一個自我嘅救贖呢？想象下，你老婆話遲咗收工，或者打電話翻嚟同你講佢同朋友出去食飯，但其實實情就係佢同情人或者 SP 喺酒店度搞緊嘢。最大鑊嘅係佢已經煮定飯，等你翻到屋企自己叮嚟食。你食食下，咦，啲口味啱㗎喎，連咖喱口味都跟到捉晒屋企煮食嘅習慣，令老公中咗 NTR 劇情都唔知。呢個就係不倫互助會嘅厲害之處，可以話係上中下三路都毫無破綻啊！你話嚇唔嚇人啊？出去偷跳就梗係想扮到靚一靚，如果突然間多咗衫褲鞋襪，個老公硬懵啊，都會覺得奇怪啦。仲有用自己平時着嘅衫出去，好容易俾熟人見到，一眼就認得出噶嘛。如果着其他人嘅衫呢，咁啊更加方便，冇咁容易俾人認出啦。出門口咧就簡單裝，去到朋友屋企嘅中轉站咧就補翻個全裝，再換翻啲約會專用嘅衫褲鞋襪，屌飽屌醉啦，就翻到屋企之前再翻中轉站 check check 有冇咖喱雞留低，有就用遮瑕膏搞掂，再辟一辟啲香水味，換翻套街坊裝先翻屋企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平時就同 A 師奶影定啲聚會相，出到去約會嘅時候咧就 send 翻俾老公睇。有時更加會安排電話側面演出，譬如打俾老公嘅時候，由朋友喺旁邊出下聲，營造下一齊出咗去嘅氣氛，可以以假亂真㗎。如果有人因為塞車或者想砌多兩鑊而遲咗翻屋企，互助會仲會即刻揾人煮埋咖喱送到去你屋企裏面，mark 低埋你屋企落唔落紅蘿蔔啊，其他咩落鹽落油啊嗰啲煮食習慣，簡直就完美無缺啦。揸車嘅油錢、停車費、代煮晚餐嘅食材費咧，都清清楚楚分開計嘅。目標就係做到互相幫忙，但係唔留人情債，唔會有錢銀瓜葛，咁就避免之後會出現啲不滿啊或者被威脅嘅情況啦。作為主腦級嘅人妻，由美子就咁樣講。有人問我，對於背叛家庭有冇罪惡感？對我嚟講，不倫係必要之惡，明知係唔啱，但根本就停唔到。每日做家務同育兒嘅壓力累積上嚟，根本無地方宣泄。如果離婚嘅話，會覺得傷害咗小朋友。有人靠工作，有人靠興趣去減壓，而我只係啱啱好揀咗不倫呢條路，用婚外情當成唯一嘅逃生出口。亦都有人話，丈夫對家庭嘅經濟盡晒責任，但情感嘅交流咧，幾乎就等於零，只係將自己當成家務助理兼育兒嘅機器。有啲成員咧喺一段時間外遇結束之後咧，就會暫時退會，等遇到下一個對象咧先再翻嚟，顯示呢個互助會咧更似一個出軌嘅基建設施，而唔係單一事件嚟嘅。故事咧就講完啦，大家對主婦互助會有冇啲咩意見呢？男人嘅出軌又係點嘅呢？我諗好多師兄都幫我啲 friend 打過呢啲咁嘅掩護嘅，你哋有冇故事分享下？不妨留言講低，或者話俾我哋聽你點睇啊？中意呢條片嘅記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follow 我哋嘅 IG， 加入埋我哋嘅 TG group， 咁就可以緊貼我哋更加多嘅資訊啦。我係私家 TV 嘅史提芬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